这是咱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四界有囡仔，就甲恁同款。囡仔生活的所在有树仔、花、溪流、湖含动物，有影呢。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今仔日是啥物人要带咱去看大自然有啥物神奇的咧？是维米。嘿，谢狗子耶！嘿喽！今日咱要来讲雪，啥人要带咱去看因国家的雪咧？瑞典的 Levi， 德国的 Stella， 蒙古的 Muchmudin， 阁有 Kyrgyzstan 的 Regina， 带咱去看落雪时因咧创啥？蒙古的 Muchmudin 深少咧听雪声，瑞典的 Levi 做一个雪人。德国 Stella 和明小妹伫雪顶悬画图 ，Kyrgyzstan 的 Regina 伊发现雪一寡细节。我是穆迪穆迪，我住伫蒙古的龙川。你敢捌听过雪声？天气足寒时，伊会嘎嘎叫。Puskin duamin Taram tarap malu malda Tawar jorur duamin Tandu dua tulumin Bandaş karat duamin Daştum üstüm şıftu zor Damurindan duamin Min duamin min duamin瑞典寒人拢决定过会落雪，因要做一个雪人。两支手机来做野手。嘿，美丽啊！一顶旧帽啊，甲一条围巾。千八枚来做目睭，柳啊用石头来准，毋过阁欠一项，是片啊。Det var ju den toppen. Ja, vi tar varann. Åh, näsplats. Vilken fin, Emilia. Hej då. Hej då. 雪人再会。
阮来啊！阮即摆要较详细来观察细。Hei, tää on sitten tilaisuus.日头讲笑着细的时阵，在闪闪死死。你敢有看到细花？伊就亲像小片小片的冰。今日研究到开啊，咱来去西林走。我是 Stella， 阮今仔日要去爬山，遐真正足冷的，所以阮穿甲足烧。来去，阮坐流浪去你山顶。Autofahren oder Busfahren. Es fühlt sich halt so ähnlich an wie Fliegen und das finde ich einfach cool. 阮小妹讲亲像咧飞共款， Diese mal noch sehen und dann kann man. 雄雄落雪啊！ 阮即马伫婚礼，跳舞啊！ Ja! Mütze! Ja! Oh nein, nicht in mein... Yeah! 阮阿母载小人地来，我无说离车倒啊！ Nein, nicht essen. Das ist nein. Und? Schmeckt nach dem Film. 真好食啊！ noch ein bisschen daran. 阮有一个想法， So. Soll ich so? Ja. 敢有足新一粒足水的爱心。 啥物物件大家拢有咧？
拢有说。维米是咱的地球，维米，咱的地球是一个了不起的所在。伫咱地球的北极甲南极足悬的，有雪有冰。遐个囡仔衫穿甲足少的，上介意伫雪内底耍。伫雪顶面会当出足紧的。你需要一个粗粗的坡，甲一只冰车。伊落技术，我嘛会用彩色的链仔。伊早咧爬行足利便。后来路、倒退路，也是探气路，出世就是遐好耍。外口足寒的，夹雪囥伫咧厝里会安怎呢？Nu är min tur, Emilia. Och du. Så, nu tror jag att det är fullt. 摸摸一罐雪。Så. Så. 人来看，发生啥物代志？运动半工久，要安怎时， Wow! Vad har hänt med burken? Det är ju... 摸摸一罐的雪，变做半杯水， Ja. 敢若剩一小块仔雪尔尔。所以雪是水变来的。Bông cọc qua thi ủ chút rẻ rẻ.
阮的动物会用骹蹄飞踅找草仔食。阮教一寡动物是踮厝附近，特别是还袂遐尼大只的，因也无法度家踅过困，无法度找到有够食的食物。即只是摩洛，伊是我的牛仔囝，我逐工拢会家伊饲。即条毯仔是要互摩洛穿好烧的，因为蒙古足冷的。牛仔囝爱食足侪食物，加穿温暖的毯仔。阮伫山顶，了有足侪拄仔落来的雪。有当时啊，若是你足好运，会拄着黏黏的雪，你会使甲雪钱做一丸，伊会黏着的。你若是甲伊放伫雪顶面冷，伊就会愈冷愈大粒。逐项物件拢黏伫顶面，球愈来愈大。我甲2粒有够大的细球前后放做伙，搁放一粒较细的伫顶悬。即马你敢看得出来伊是啥？两蕊耳仔，两蕊目睭，两空鼻孔，搁有一支喙。你敢看有？阮当咧做细马哦，用一寡草做马溜。安尼就好啊！阮咧山顶拿起细马拿野餐，若是有人经过，两只马会对伊咪咪啊笑。这是咱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世界有囡仔，就甲恁共款。囡仔生活的所在有树仔、花、溪流、湖和动物。有影呢，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雪是大自然里最美丽的物件。哇哦，伊是结冰的水。你会使伫雪顶面出雪，甲做足水的作品。天气寒时，有一寡动物需要咱斗相共。就感谢Regina、Stella 和 Levi 带咱去看恁的大自然。当然咯，爱特别感谢伟米，甲咱所有的人合作伙。